Hello 啊，大家好。今次咧會帶大家嚟到薩爾斯堡。咁呢個咧係薩爾斯堡嘅中央站。咁首先嚟到個站嘅時候咧，你就去買一張巴士，咁貨你呢1-2日嘅行程嘅。咁巴士咧就喺火車站有一個 counter 就有得賣㗎啦。咁有好多種嘅，咁你睇下邊一種會適合你哋啊？有啲包埋景點啊、交通啊，有啲咧淨係交通嘅。咁如果咧你包埋景點嗰啲咧，佢就包埋博物館啊，同埋交通，同埋有好多交通或者纜車嗰啲都包埋嘅。咁另外咧會去有啲景點咧，佢就會有額外嘅折扣嘅。咁呢張卡咧就有分咗24小時啦、48小時同埋72小時嘅。呢張係薩爾斯堡卡，咁如果你哋買嘅話，就同佢講薩爾斯堡卡就 OK。咁呢度就係米拉貝爾宮啦。米拉貝爾宮咧，你可以入去參觀嘅，但係其實就冇乜特別嘢睇嘅，好細嘅，即係佢嗰個室內嘅地方。咁主要啲人嚟到咧都係嚟呢個公園嗰度影相嘅，因為個公園咧就真係幾靚嘅。聽講咧，米拉貝爾宮嘅夜景好靚嘅，不過咧，因為我就覺得呢度我驚危險啦，所以我就唔敢嚟呢度影夜景啊。咁呢度係室內嘅地方啦。咁因為佢搞緊啲 function 嘅嘢，所以我哋冇入去睇到。莫扎特呢喺1773年嘅時候就搬咗嚟呢個莫扎特嘅故居呢個地方啦。咁入邊呢，你會有聽到莫扎特嘅音樂啦。咁另外咧，你可以去埋莫扎特嘅出生地，因為莫扎特咧就喺薩爾斯堡出世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會有莫扎特橋啦、莫扎特嘅像，你哋都可以去參觀一下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有薩爾斯堡要塞啦，亦即係薩爾斯堡城堡喎。咁你上到去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度可以望到成個薩爾斯堡好開揚嘅景觀㗎。咁不過咧，你首先咧去咗搭咗纜車，跟住先至上到去嘅。
咁呢個位置呢，係城堡最頂嘅位置嚟嘅。咁佢喺最高嘅位置，亦都好大風嘅。咁你360度嘅景觀呢度都睇晒㗎啦。咁去完個城堡之後呢，咁落返嚟呢，附近隔離呢，就會有一個聖彼得修道院同埋墓園嘅。咁其實喺歐洲嗰啲墓園呢，都好多人都去參觀，因為其實都好靚嘅環境，唔會有其他地方嗰啲恐怖嘅感覺咯。咁另外呢座呢，就係薩爾斯堡主教教堂啦。咁佢個位置就喺路城區嘅中心嘅地點。咁佢係一座意大利風格嘅教堂嚟嘅。佢經歷咗一次嘅擴建、翻新、大火損毀、重建嘅。好啦，薩爾斯堡嘅行程就係咁多啦，因為薩爾斯堡唔係好大嘅啫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